修行心得，如何在時間緊迫時顯化自己想要的東西？天狼星人親傳，井號天狼星人，井號大角星人，井號仙女星人，井號昴宿星人。寫文章緣起，今天我顯化了很多錢，這是我在網上看到的方法，具體網址在此 https://b23.tv/mc7j62s。我把這個方法用通靈的方式對天狼星人確認，天狼星人也極度同意，於是我就實驗，結果今天賺了超多錢。我要把這個方法免費分享給大家。正文就是設立以下意念：我已經是即時顯化的大師了，我已經擅長在時間緊迫時顯化了，我已經越緊張越負面，就越能顯化我要的正面願望了，我已經能在我設定的時間之前顯化成功了，我已經能又快又容易的得到我的顯化結果了，我已經擅長在時間緊迫時顯化了。念一遍，天狼星人告訴我，顯化的力量不在技巧，而在頻率。當你在時間緊迫中，反而設定我越是陷入這種情節，我就越能顯化出美好的結果，而且是立即的。宇宙就會回應你的這條意念，將迅速且無誤。正是在這緊急的時刻，你的顯化才會進入更美好、更加速的通道。而你要相信你已經完全掌握這條通道了。再和我念一遍，我已經是即時顯化的大師了，我已經擅長在時間緊迫時顯化了，我已經越緊張越負面，就越能顯化我要的正面願望了，我已經能在我設定的時間之前顯化成功了，我已經能又快又容易的得到我的顯化結果了，我已經擅長在時間緊迫時顯化了。屠龍解說，震撼人心。屠龍術 YouTube。